Set up audience 設定受眾嘅理論。如果 audience 用戶使用 Advanced 選項喺 audience dashboard 中更新銷售活動，然後如果 sales 用戶嘗試喺 ASN 中更新此活動，則 Advanced 選項中嘅數據將丟失。Audience dashboard 受眾控制面板列表效果報告，此邊中顯示嘅信息基於所選視圖顯示嘅列表同活動營銷活動嘅目標組相關聯。Top performing list 同埋 bottom performing list 係現成嘅視圖，呢兩個視圖基於列表喺視圖中指定嘅時間段內生成嘅潛在客戶數量，默認情況之下將顯示表現最佳嘅列表。列表效果根據以下指標進行衡量，咁望個反應、佈置、機會、預訂訂單計數、預訂訂單金額、已開票收入。你可以個性化視圖以顯示相應嘅亮度，列出亮度趨勢圖。List Metric Trend Chart 顯示嘅信息基於喺 List Effectiveness 邊中選擇嘅視圖顯示嘅列表同活動營銷活動嘅目標組相關聯。指標趨勢圖表雙邊顯示同特定指標對應嘅列表嘅趨勢嘅圖形視圖。你可以評估列表喺一段時間內嘅有效性。按用途劃分嘅活動列表顯示一個餅圖，該餅圖按用途描述活動列表嘅分佈。一啲植入目的包括交叉銷售、向上銷售、客戶獲取、客戶保留或管理員定義嘅任何其他目的。如果你係已登錄用戶，則僅考慮顯示處於 available 狀態嘅列表。我嘅最近列表 My Recent List Audience Dashboard 底部嘅 My Recent List 雙邊，根據上次更新日期按降序顯示你最近嘅列表嘅詳細信息。你可以向下轉取以查看列表詳細信息或者列表條目。Shortcut 雙邊包含一個鏈接列表，你可以單擊呢啲鏈接嚟執行特定任務，或者導航到其他受眾功能。你可以導航到 Campaign Workbench 查看 Predictive Analytics 或者查看 Reports。創建列表只用自然語言查詢生成器 Natural Language Query Builder NLQB， 可以按照你自然咁認為嘅嗰樣指定條件。你可以通過為每個條件選擇運算符同埋相應嘅值嚟定義選擇標準。喺 Parameterized SQL 模板中，選擇項顯示為參數列表，其值可以直接輸入。例如，如果列表嘅用途係 cross-sell， 而所選列表模板係 cross-sell based on orders B2B， 則要指定嘅參數可以係 sales group、order product、order date、order value 同埋 contact job title type。高級嘅方法，喺高級方法中，你可以包含原類型嘅組合而得出完整列表。如果你係知識淵博嘅 SQL 用戶，你仲可以構建自己嘅 SQL 查詢嚟創建列表。你可以為每個選定嘅原指定操作。當你要將條目添加到你正在創建嘅最終列表時，請選擇 Include。當你要從正喺創建嘅最終列表中刪除條目時，請選擇 Exclude。當你只想將公共條目同其他包含條目一齊包含喺最終列表中時，請選擇 Intersect。只有 Include 操作可用於選定嘅第一種元類型。示例 NLQB 查詢 is or is 大於運算符 Name of State 同埋 Annual Income 係條件參數。輸入呢啲參數嘅值，請參閱第二個框以完成查詢。列表選項，如果創建嘅列表基於多個列表源，則重複數據刪除排名指示必須包含條目的來源。如果 List 1同埋 List 2用於列表生成，並且你將 List 1嘅重複數據刪除排名指定為1，將 List 2嘅重複數據刪除排名指定為2，則如果發現兩個列表中都存在一條記錄，則 List 1中嘅記錄將包含喺最終列表中，因為 List 1嘅排名高於 List 2。最終列表嘅大小可能由於多種原因，例如預算限制或資源限制而需要縮減，可以設置重複數據刪除規則，以根據電子郵件地址、名字同姓氏等檢查重複項。如果同時指定咗 X% 同最大列表大小限制，則最大大小優先。例如，假設列表大小為1000個條目，最大大小指定為500。如果指定必須包含60%嘅記錄，即600條記錄，則喺生成列表時，佢將僅包含500條記錄。呢個係指定嘅最大數量。生成列表，指定列表嘅所有條件後，必須生成列表。
生成列表時，滿足列表條件嘅客戶記錄將填充到列表中。生成列表所需嘅時間取決於多個因素，例如數據庫嘅大小、生成列表時嘅系統環境狀況、標準嘅複雜性。完全刷新。如果之前已經生成列表，則會刪除所有條目，並使用同選擇條件匹配嘅條目重新生成列表，追加新記錄，將保留列表中嘅條目，並將同指定嘅選擇條件匹配嘅新條目添加到列表中，僅更新屬性。如果數據源中客戶條目的屬性發生更改，則呢啲更改將反映喺生成嘅列表中條目的屬性中。例如，如果數據源係植入嘅 Organization Context， 並且對 Oracle Customer Model Arrays TCA 中嘅客戶屬性進行咗更改，則有關條目嘅最新信息亦將喺生成嘅列表中更新。使用 Append New Record 同埋 Update Attributes Only 生成類型，可能會導致列表條目同有關呢啲條目嘅信息與選擇標準完全匹配。生成列表要成功生成列表，喺生成列表之前，工作流代理偵聽器後台進程必須正在運行並處於活動狀態。呢個係一個後台進程，可以從 Oracle Applications Manager 中嘅 Workflow Manager 激活。如果流程未處於活動狀態，則列表將保持 Schedule 狀態並且唔會生成。管理列表、導出列表，可能需要將列表導出到係與可能無權訪問應用程序嘅外部各方共享。離線修改佢並將其導入回應用程序中，查看客戶屬性圖。呢啲圖表分析列表分組同指定選擇條件嘅準確性。你可以指定要顯示嘅屬性、其範圍以及用於顯示嘅默認圖表格式。例如喺 B2B 方案中，你可能希望喺列表中按行業分析客戶分佈；而喺 B2C 方案中，你可能希望按家庭收入了解客戶分佈。對於屬性 Household Income 啦，管理員可以按餘下方式定義圖表範圍：少於5萬，介於5萬同埋1000000之間，介於1000000同埋2500000之間，以及大於2500000。當你查看圖表嘅時候，列表條目將按呢啲範圍進行分組。拆分列表，當唔同嘅營銷活動需要定位配置文件略有唔同嘅客戶時，可能需要將列表拆分為較少嘅多個列表。同單獨生成列表相比，拆分列表可以節省大量時間。例如，對於一家推出高端激光打印機嘅公司，可能需要將其現有噴墨客戶嘅列表拆分為2個高收入客戶同中等收入客戶。然後，該公司可能會發起一項活動，以激光打印機嘅高收入客戶為目標，確保原列表已生成且其中包含條目。合併列表，當2個或者多個列表合併為1個列表時，新列表中嘅條目數可能唔表示總數。呢個係因為重複嘅條目，具有相同 Party ID 嘅條目會自動刪除重複數據。只有已生成、具有相同嘅受眾、數據源且處於 Available Status 可用狀態嘅列表先至能夠合併。創建營銷活動，從 Audience Workbench 嘅 List 頁面創建營銷活動嘅時候，所選列表將成為營銷活動嘅目標組。Suppression Rules 隱藏規則同埋 Fatigue Rules 疲勞規則喺活動執行時應用於列表，因此實際目標組大小可能少於生成嘅列表，以及同營銷活動關聯嘅列表。受眾管理，數據源提供基礎數據表或試圖到市場營銷列表條目表嘅影射。副數據源同埋子數據源，副數據源確定創建嘅列表類型，包括種子設定模板同埋重複數據刪除規則。通常副數據源中包含嘅屬性會影射到列表條目。子數據源提供有關副數據源嘅其他信息。副數據源可以具有無限數量嘅子數據源。示例，副數據源 Persons 可能具有關聯嘅子數據源 Order Details。遠程數據源，營銷人員可以使用遠程數據源生成列表。由於數據駐留喺遠程實例中，因此生成列表並將其遷移到本地實例可能會影響列表性能。為咗規避呢種情況，喺遠程數據源中創建嘅列表將生成並放置喺遠程實例中。佢根據遠程數據源遷移活動提取到本地實例。
例如可以將遷移活動設置為喺每個午夜將未遷移嘅列表從遠程實例提取到本地實例。如果目標組使用駐留喺遠程數據源中嘅列表，則喺目標組生成期間會自動遷移此列表，將列表從遠程數據源遷移到本地實例嘅整個過程對最終用戶係透明嘅。列表模板，列表模板亦都稱為 Query Templates。NLQB 模板以類似於你說話或者交談嘅格式指定查詢條件，並使用 NLQB 工具檢索數據。參數化 SQL 模板將查詢條件顯示為 SQL 語句中指定嘅參數列表。去重規則，單詞標準化，允許喺進行重複數據刪除過程時，對具有別名或者替代拼寫嘅單詞進行規範化。例如 Robert 嘅含義可能同 Rob 或 Bob 相同。使用 Word Standardization 時，系統會喺進行重複數據刪除嘅時候，將佢識別為重複項。你可以使用以下標準對單詞進行標準化。地址咧、名字、鍵修飾符、姓、組織名稱、黑名單。消費者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選擇推出營銷活動、取消訂閱電子郵件活動、通知電話銷售代表或註冊 Do Not Call Registry。管理員仲可以創建用戶定義嘅黑名單。你可能希望從目標組中排除特定買家細分，從而創建呢啲買家嘅禁止列表。根據隱藏規則定義，屬於呢啲列表嘅成員喺活動嘅目標組生成期間會自動隱藏。披露規則。導入列表，列表導入係導入外部數據嘅過程，例如購買嘅郵件列表、來自合併或收購組織嘅郵件列表，或者由內部或外部銷售人員提供嘅郵件列表。亦可以導入租用嘅列表，但數據唔會存儲喺 TCA 架構中，因為租用嘅列表唔歸 Oracle 所有。相反，佢哋將被導入到暫存區域。列表導入功能使用購買嘅列表，豐富你嘅客戶數據，並整合嚟自舊系統嘅客戶數據。列表導入台度步驟，只用查詢模板創建列表，拆分列表，創建用戶定義嘅數據源，創建相關數據源，創建查詢模板，創建黑名單，導入列表。